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呢個頻道係希望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今日有一個黃金展銷項目分享俾各位品牌展銷朋友。我哋剛剛獨家承包一間1500人嘅大型物流公司員工展。呢間公司我已經參展過4次，呢次佢哋將整個場地交俾我去規劃，現正嚴選優質品牌進駐。點解話呢個係黃金機會？第一係實戰驗證，我過往4次合作，頭2次做到都係唔夠貨賣，第3次差唔多1萬，第4次穩守7000營業額。通常第1次參加都係爆數，第2係規模保證，1500位企業員工，購買力強，第3係宣傳到位，公司提供全方位宣傳，中央收款，我哋只需要專注銷售。第4係門檻合理，雖然有基本租金，但有生意嘅話呢啲都係小問題，因為每次都有幾十個品牌參加，有限名額，呢次會簡化篩選流程標準。第一優先，企業接受度高嘅好數品牌產品類別；第2優先，展銷王聯盟認證會員；第3優先，有良好合作記錄嘅合作夥伴。呢個唔係普通展銷機會，而係一個經過4次實戰驗證成功模式。如果你有優質品牌產品，而希望進入呢個高品質企業員工展渠道，請立即點擊影片描述區連結，了解申請流程及 WhatsApp 提交申請，名額有限。我哋將優先處理聯盟會員申請，額滿即止。等我哋一齊把握呢個難得機會，延續5戰5勝紀錄，共創雙贏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